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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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雨华。怡姐，对不起哦，我昨天失约了，因为我忘记了。你哦，最近真的是忘东忘西的。我可告诉你，我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，有关失智症，不只是老人家。你不要吓我哎！那到底老人家这个失智症要怎么预防呢？其实啊，就是要多运动，运通咯。哦，运通就是运动，没错。那另外我要注意什么呢？其实老人家啊，运动的时候更要注意安全呢。哦，你刚刚说老人家其实很简单，叫做落拧嘎。落拧嘎，而且啊，老人家应该要多动脑哦，多下棋。那下棋怎么说呢？行棋耶，行棋耶。那我们再度要提醒老人家要多多运动，才能够健康哦。这句话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：落拧嘎，爱度运通，增威康健。落拧嘎，爱度运通，增威康健。今天Go Go Go哈发告诉您，老人家怎么样防治失智哦。等一下去吃饭，你要不要去？不要，我有事啊。什么事啊？我要去找我叔公啊。叔公在哪里？他在运通啊。运通，他也喜欢运通。对呀，他平常的时候呢就喜欢运通。我觉得洛宁嘎呢，他如果多多的运通行棋也真的很不错哎。哦，我的阿婆她也喜欢行棋耶。根据医学报道，它是可以防止失智症呢。没错，就像你说的。好了，不聊了，我要去找我叔公了。好，改天聊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叔公，你好厉害哦！你真的很喜欢运通哈。对呀。你待会要干嘛？是不是又要去行棋业了？我发现你真的是每天都在行棋业。当然不会失智啊。那我陪你去。好啊。走。雨华，你有没有觉得看这些阿公阿婆啊，他们啊下棋啊运动，其实还蛮开心的耶？真的耶！我看他们啊，常常这样下棋啊，动动脑啊，其实呢，真的可以有效预防失智哦。我们也要赶快来防治失智哦，所以赶紧帮大家来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有哪些哦。客家话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是老人家，老人家很简单，叫做落拧嘎。落拧嘎，还有啊，老人家应该要多运动，就叫做运通。运动叫运通。那如果说呢，这个运动之外还要注意的就是可以多下棋来动动脑。下棋要怎么说呢？行棋耶，行棋耶。那如果说老人家要多运动才能够健康哦，这句话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：落拧嘎，爱度运通，增威康健。落拧嘎，爱度运通，增威康健。今天Go Go Go哈发告诉大家如何防治老人失智哦，要动动脑哦。拜拜。